即条咱同心来强守上帝话，记载伫彼得后书第2章17节到22节，伊安尼记载：因是无水的泉，狂风所扫的云雾，有乌乌暗暗在听效因，因为因讲空虚夸口的话，伫肉体的需要，用声音来诱惑遐个拄脱离行差谬的人的手，应允因自由，也家己做败坏的路在，因为人互什么较赢受做迄项的路在，因为因已经对深知救主耶稣基督来得到脱离世间这的污秽，若搁再互这的污秽所甜所压制，就迄落人落尾的事比大声较上重。因为既然知义的路，也竟然被谬所传互因圣的命令，毋达到因拢毋知搁较好。迄号人的情况是合伫真的俗语所讲，到倒转食伊所图的，猪已经洗过烂里土味的中，愿上帝纪念伊。做伙三角来祈祷，主，阮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伫阮逐日会通领受对上帝来所赏赐的礼物，互阮有气力。阮也知上帝你要甲阮相同行，所以阮遇着迄个上界美好的境况，阮得买进。阮嘛知影阮会拄着侪的挑战，总是阮还阁有祈祷。主，感谢你带领阮的生命，互阮一直看见上帝你的祝福满满，也通过安尼警醒阮家己，互阮一直踮伫主的内面来生活。愿主踮伫阮内面，阮也结连伫主，祈祷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阿弟兄姐，大家平安。伫生命内面的每一个阶段，咱拢遇到一个目标在跑走。因为安尼，虽然咱经历侪的心内的征战，也是面对外在的挑战，咱为着要达成这个目标，咱一定会想讲，咱必须要做调整，咱必须要有修正，咱也欢喜为着这个目标，咱有所吞论。所以伫这个内面，相信咱每一个人伫咱的心内，拢有藏一个真水的图像。这个图像就是咱最后的景况。我想咱拢期待最后的就是欢喜，所有最后的就是迄个荣耀。但伫咱的信仰的内面，咱常常为一个图像，就是伫到上帝的面前，伫天堂的中间到底是啥物景象？所以咱知影遐有喜乐，咱知影遐真水，迄是咱所画的图像。但事实上，除了这以外，伫你的心内所画的图像是甚物？但当然，伫咱的中间嘛，拄啊有新婚的。但当然，伫婚姻的内面，嘛画一个真水的图像。总是经过日子的了后，有继续往迄个目标在跑走，也是迄个图像早就已经无去，早就已经无去，嘛已经拍散去。伫生命内面，咱有真侪人有深深的感动，有常常安尼讲。但过去的代志就莫阁讲啊，过去遐不堪回首的，也是学得通提起的事，就莫阁讲啊。咱大人拢望讲伫头前会当有一个新的生活，有一个新的望，有一个新的开始。望咱会当互咱的生命活得更较快乐，活得更较水。所以有真侪人望的，就是会当留落因的怀念。当然，世间人讲要留名青史。总是有真侪人伫努力，到伫尾啊，到伫因的落尾时，却晚节不保。牧师常常爱提醒讲，咱千万毋通晚节不保，
无采咱过去的努力，无采咱过去的拍拼。但今仔日个圣经的内面，这段的经节，彼得后书，咱若看今仔日个经节的前后，第一章、第三章，一再在讲起两个真要紧的主题。头一个主题就是恁着温群坚固，意思伫信仰内面着温群坚固。伫第一章的第10节到12节，第三章的14节到15节，头前后壁同款拢讲这项代志。但第二个真要紧的主题，咧讲到伫稳定甲财物的内面，爱不断来进步。领受稳定哪济？咱的财物，伫信仰的财物也就哪进步。这记载伫第一章的第8节，第三章的第18节。所以安尼，咱大概会通知影，彼得后书上界要紧的这两项代志，伫前后的中间不断地提醒。但当然，这段的圣经则是彼得写配互当时的教会，望会当帮助因，互因伫真理的内面会当得到坚固。而且伫稳定的内面，会当不断来进步。咱拢知影彼得伊捌经历的到底是甚物？早前拄对耶稣的时，可能知影，搁哪亲像毋知影。有些个学者讲，为什么伊会当伫克西马尼园背倒来射去人的耳啊？迄个背伊会当排倒，表示当时伫议会内面做理事长，议会内面的头人。伫讨海人的中间，伊是一个头人。当伊来对耶稣的了后，伫这个过程的内面，可能懵懵渺渺，伊嘛毋知影到底是甚物。所以伫墓地的中间，继续地追找咧军队主耶稣。到伫后来检测慢慢知影的时，拄着啊，伊原来会讲出真奥妙的话。伊讲你就是真我上帝的囝。无简单，伊会通讲出这种的话。总是后来当耶稣互人掠去的时，伊竟然3摆毋认主。但伫这个过程的中间，咱知影彼得伊伫伊的信仰生活内面经历的这个万项事。当时后来耶稣佮呼召伊出来了后，甲伊讲：你着去牧养我的羊啊！当这个代志了后，伊就佮积极开始去传福音。但伫这种的信仰变化内面，咱的确会想。彼得的确信心勇壮，伊的确无想讲要搁倒转去以早这种的张图。总是伊伫传福音的过程内面拄着什么代志？顶下牧师讲道时讲起加略太书的中间，伫第2章记载保罗对彼得的指责什么？讲上帝已经互你看见异象，主耶稣异象，甲你讲伫这个物件内面，你毋通有分别。意思是，你过去无这个物件，这个物件以后你就记接。意思是爱去外邦传福音，所以当伊去到外邦传福音的时，伊本来甲遐外邦人做伙三甲啉食，犹太人是袂当安尼的，总是伊知影，所以伊去啉食，甲外口的人、外邦人啉食。总是当伊听见耶路撒冷的人来的时，伊全赶紧闪开，赶紧切割，赶紧的讲哦分别。我无甲因做伙，亲爱的姊妹，伫遮咱看到什么？一个人的生命的改变、信仰的改变，敢有遐尼紧？敢有遐尼简单？敢有马上就咱亲像撇火撇一个，马上解决？咱听见真侪人的见证，讲伊的生命拄着什么情景的时，忽然间拄着什么大代志，上帝互伊的生命完全改变。敢真正安尼？我常常拢囥一个疑问。后壁要搁看咧，你后壁毋知会搁拄着什么试炼，会搁拄着什么试探，你会搁跋倒也袂？啊是伫这个过程内面，等到有一日，你搁伫遐啼哭讲，主啊，我到今较真正捌你，以前我拢毋捌，拢是假。亲爱的姊妹，咱即款的话，咱检测伫咱的信仰内面常常讲，彼得伫这个中间，当伊到年老的时。伊经历，伊也看见伊家己过去遐个失败，嘛看见上帝稳定伫伊的生命内面，互伊有机会。所以，趁伊年老的最后，伊写配互当时的教会，望因伫咧信仰内面会当坚固，因为过去经历遮个已经经历过，毋通搁安尼。
就爱伫稳定、伫灾害的内面不断来精进。但伫这个中间，咱看彼得甲因讲，伫百姓的中间，捌有假的先知，安尼伫恁的中间也特别有假的先生。安尼意思是啥物？意思是检测信用是内在问题，所以实际上信用嘛有真侪外在的引诱，甲外在的试炼，甲挑战。所以这是当时的教会所爱面对的。但头一个讲到假先知，讲到假先生、假师傅、假师傅，这个特点，咱若甲圣经对第2章第1节到咱今仔日所读的，甲伊浓缩起来，差不多。现在咱读起来，家己读了会歹势，读起来了感觉这有话是安怎尽在这个假先生的心中，讲这人甲引出用侪遐异端来入伫教会，伫这个中间因侪人趁因的邪淫，真理的路要为着因来受诽谤，因为贪心要做作为来律令，律令就是讲剥削来伤害。伫这个我若搁读落去，咱有看见真侪的拉三，真侪的犯罪，真侪这失败。这若甲浓缩起来拄好。这个人住伫咱的圣经内面，是未当入上帝国的人的特点，未当承接上帝国的特点。但伫这个内面，咱看见这个假先生为什么会通过因的生命内面，来要影响其他人，最后甲浓缩起来。好，亲像咱搁倒转去咱古早，有头有面的人上惊2项代志，头一个就是钱财，第2项就是女色。那伫这个内面，咱看见这个人的代志，伫当时初代教会嘛安尼发生。所以这个人因到底通带来互人什么？若是对第2章的17节，才有2个形容词安尼讲：因是无水的泉，是狂风所扫的坟墓。头一句话，因是无水的泉，伫讲什么？就是因所传达的，因所讲的。虽上表面听起来好，亲像真好听，总是无法度去饱足满足人的心，无法度深深感动满足人的内心。第2句话，狂风所扫的坟墓，咱拢知影坟墓大墓墓的时，会当润得土地，会当互咱的树叶，会当互咱的地叶等等，会当得到真侪的润得。总是若是风吹过，狂风吹过了后，长还未淡，就已经打去啊！这要甲咱讲什么？在讲起这个人，因伫因的生命内面，因所活出来，因所见证的，未当久长，未当稳定，伫这个所在，亲像坟墓同款，完全无法度论得人的心田。所以若是安尼，这个随上是空空的。但牧师要问咱，伫咱的身躯边有真侪贪财的人，伫咱的身躯边真侪好色的人，遐人真嘴水，因真会讲话，真会表达，人看起来是人才，恁分辨会出来袂？恁看会出来袂？咱有当时讲会啦，迄都真简单会通看，真简单就会当分辨。我常常看电视，拢无法度理解一项代志。电视一再报，特别佫一摆提醒咱在座40-50岁的妇人人，真歹势，因为电视安尼报，讲因要寄钱，互遐外国毋捌牵着手、毋捌见着面的人，毋过因有欠亏，我男朋友我要寄钱互因。咱就讲这都诈骗的，总是一再发生，一再发生。当电视佫出现时，我就回头问牧师娘，讲你会寄钱互人买？因为这个年纪拄好，那亲像真容易，电视播出来拢差不多50岁左右才的。伊讲太有可能，咱袂当想象迄种是安怎会去用骗去这种的代志，是咱看无明，咱分辨袂出来，啊是事实上咱有当时，咱感觉咱真巧，总是事实上咱无法度分辨。今仔日牧师介绍一本册，这本册叫做《心智操控》，咱的心智互人操纵，
这本册是剑桥分析技术的大公开，剑桥分析，这是作者克里斯多夫怀利，伊伫生命内面，伊一个真要紧的学习，后来甲浓缩，后来发展一个技术，就是透过去探查咱逐个人的习惯，后来知影咱家己的意爱，咱家己的取向。今仔日个手机嘛真厉害，电脑真厉害。比如讲，你常常去即间所在买物件，伊就会当找出你的意向到底是啥物。你定定讲的话是啥物，伊就会当去甲伊分析出来，你到底是属于对一种的人。为什么这个人要做这个代志？伊讲，伊望的是要改变这个世界，互这个世界会当更较水，会当互这个世界更较好。伊的用心是伫遮，所以足用心来研究这个书。后来这本册就是伊家己的大公开。台大一个心理学系的副教授安尼讲，伫迄个书评的内面，伊讲这个克里斯多夫怀利，伊本来是怀着理想，想要用科技甲创新来改变政治甲世界。最后却沦落伫别人的政治工区，伫世界各所在激起真侪的仇恨甲对立。所以这本册后来，这个作者伊嘛家己安尼讲，我知影我家己所从事的工作，我无法度继续从事这种伤害社会的工作，所以我决定要做一个分批仔的人。所以伊家己本身去当局。来揭发、来讲起这个事件，伊甲家己所做，后来互人利用这个代志来大公开。这个内面咧讲什么？实际上，伫咱的生命内面，咱互真侪物件甲咱控制掉咧。实际上，咱掠做过去，咱拢家己在生活，总是实际上咱受到真侪的影响。还佫伫世间的内面，咱有真侪人甲咱讲恁拢毋知影恁到底是啥物。咱拢去互政治，咱拢去互无共款的党派，咱拢去互世界在操纵，咱家己拢毋知影。总是咱听到这个话，咱拢真毋愿。咱拢会讲，我明明知，总是随上干嘛呢？随上干嘛呢？咱若好好去读这个册时，咱就发现，原来咱毋是真巧，咱嘛毋是遐尼明白。咱常常看讲，咱拢分辨会出来，总是随上咱袂。咱伫咱的生命内面露现出真侪受影响的结果，所以伫这个内面，彼得伊知影伫咱的生命内面有真侪外来的影响，可能咱家己无法度去控制，咱嘛家己无法度去分辨，总是早前放伫咱的心内迄个上界水的真理，咱就爱有掠会调。当咱若掠会调的时，咱才有法度去分辨。若无，咱会摇摇摆摆，互人讲，咱就受因带去；互人讲，咱就受因诱去。实际上，敢敢若外口的世界是黑暗，教会内面适用的宗教团体有黑暗的面貌，有真侪真优秀，咱看起来真好的传教者，真侪真好的报道家，咱听见因的讲道、因的分享真好，咱感觉因实在是真好的人。所以，咱用咱的生命成做因的粉丝，咱就安尼军队，总是到落尾，因所犯到的，侪人所犯到的，互咱感觉真失望。所以，咱会想讲，太有这个人，为什么因会安尼做？因敢毋知影，因落尾因会去面对什么事？当然，伫这个中间，咱真侪人会安尼讲，我知影我所做的是毋对。总是头已经洗落去啊，要安怎？亲爱兄弟姊妹，这句话你捌讲无？头已经洗落去啊，要安怎？若无人发现，若无互人抓到，无要紧，继续做落去。总是咱真侪人知影通回头的，咱赶紧就阻止。牧师之前捌激励安尼讲，阮真欢喜望做宣教的事工。所以，伫家己无共款的教派，阮真侪牧者做伙，后来成做一个团体，去到伫缅甸传福音。几若长久的中间，逐年伫遐出入1摆到2摆，关心当地人。
阮的心内种欢喜的，阮会当受差派，伫遐做宣教的事工。总是后来我有发现，伫这个过程内面有一寡私客，在地人是为着壮大因这个家族的势力，这个人利用外口的资源、外国的资源，外面讲起来是真好听，是宣教的事工，总是背后有因无同款的利益。所以后来我倒转来伫检讨的时候，我甲教会讲，咱的教会对明年开始，咱终止这个代志。因为伫个中间已经发生真侪代志，咱唔通阁继续安尼做，所以教会就赶紧的，就无要紧，咱就结束伫遐的事工。总是这个团体，我甲因讲的是，其他这个教会的牧师讲，唔通啦，咱已经做遐济啊吼，咱头已经洗落去啊，咱嘛是要逐年继续甲因关心，继续捐钱，继续来去遐甲因帮衬。当然，我一直替因祈祷，希望真个这个世界真正会改变。总是已经经过几冬啊，咱伫最近才阁听到北部有一个牧师带会友讲要去伫缅甸买投资有无？要买土地有无？后来迄又阁是一个诈骗的代志。但伫这个过程的内面，你也看已经经过遐尼久长，已经经过真10冬啊，这个代志还阁咧发生。所以有当时咱会感觉讲，哎呀。头已经洗落来，要翻头实在是困难。总是随上真侪人到落尾，咧承受这个苦，到落尾真无奈，感觉所做规日空空。圣经内面今仔日甲咱讲，真趣味，就是有人会军队。第2章第2节、13节、20节、18节，这拢讲到，要有侪人探因，甲因做伙同宴食，做伙食饭。伫这个所在，后来因阁受颠绊，后来阁受压制，因过去已经脱离的，后来阁倒转去行伫这个内面。当然伫这个内面，咱得想，这个因带别人的，因敢无有因的效果？这个做歹人心内存歹心来，因带别人的，敢无有因的效果？今仔日伫咱的圣经内面有安尼讲，因的审判无延前。因的沉沦无休困。第2章第4节讲，上帝既然无少什么代志，所以安尼意思是，上帝日后嘛无少这个人，上帝的刑罚嘛要到伫因，到伫审判的日，因嘛要受刑罚。当伫这个是因的结果。当咱这个军队的人有结果无？伫圣经内面有完这段圣经才甲咱讲。讲若是咱的落尾，咱若阁倒转去对这个事，咱的落尾比大先阁较上重。意思是啥物？无采咱过去在对主，后来咱若阁复倒，后来阁背谬，阁行倒转去，咱就伫迄个所在比原起初阁较上重。行原来的路，行回头路，比头前的境遇搁较凄惨。但伫这个中间，当然牧师要讲一个例，咱拢真明确，咱拢知影，若搁行回头路，若是歹代志，可能会搁较上重。过去捌参与伫晨曦会的事奉，嘛捌带青年去到牧恩之家，伫遐来解读。去的时，遐个工作者后来做传道，后来嘛有做牧师，因伫迄个所在拢有真水的服侍。当咧看因记接的时，拢感觉讲因的生命会当改变，甲今仔日实在是无简单，的确是上帝的恩典。因为伫咧甲因交谈，这伫遐受帮助的基督教福音的帮助的，顶下牧师有讲出入，有的人几十遍，有的30几遍，有的人讲牧师我伫遮出入已经70几遍啦，改袂起来，真困难。总是这个工作者、传道师、这个牧师，因一定会当改变。面貌真水，生活真有照规矩，志接拢真有福音性。总是当牧师来到伫西部的时，过2冬了后，有听见东部遐消息，讲迄个传道师后来帮助遐人物件收来了后，后来家己偷食，讲后来伊的身躯佫败坏，比以早佫较凄惨。我来举一个例，
去参加我的同学一个长老查某囝嫁，我去参加甲我的高中的同学30几档无见面坐做伙。因为阮高中的时真知影有一个姊妹，我的同学是天主教的，伊以前真热心，所以甲我讲，牧师，迄时阮同学，伊甲我讲，阮教会伫教会有活动，有要吟诗，你合唱团的，牧师合唱团的，你会当来做伙甲阮欢喜无？我讲真好啊，我就带合唱团去遐，甲因三甲欢喜去报道，去遐吟诗。结果昨听见，因为我边仔另外一个同学讲，伊最近在修行，在修佛，伫这个中间，我行一条，我讲你太当时太变去佛教咧修行，后来佫知影讲，伊暂时要赶紧要倒转去做晚课，就讲暗时会念经。后来伫分享的内面，咧讲到中国的时，伊讲中国遐个四大的宗教。佛教的遐个山、遐个庙寺，伊拢已经去参拜过啊。总是我看伊的面，较看都看袂出来，因为我看伊的面比以前佫较水，我看伊的面比以前佫较光鲜，我看见伊的面容，伊的完全是一个真好的人。这拄咱要问的一个问题，敢有比以前较歹？这是我当来一直在想的问题，因为今仔日要讲到，我昨暝当来一直在想这个问题。这嘛可能有人要甲咱讲，无啊，我无信耶稣了，无比信耶稣是较歹啊。我无信耶稣了，我反倒当我有较侪自由，我会当做真侪代志，我阁趁较侪钱。人若甲咱安尼讲的时，咱要安怎甲回应？我心内一直在想，无毋对。佛教是一个宗教，伊甲我讲，所有的宗教拢是好，总是无毋对。你伫佛教的内面，佛教是人的宗教，因为伊无神。释迦牟尼伊讲我毋是神，总是咱拢家拜做神。可能咱家做导师来学习，这是好。可能你伫学习的过程内面，你会通得到你所要得到的，真正你会当改变你家己。你嘛会当得到你家己，总是你所失去的是什么？你所失去的是原底对主耶稣来遐稳定、甲应允、甲终局的永远话。这两项，请咱搁一摆注意一下。咱会当去参与社会真侪代志，世间的真侪物件，我会当重新得到我家己，我会当互我家己搁较水、搁较好，无毋对。总是当你得到这了后。上帝稳定，上帝祝福，上帝终局的永远话，你无去。这个甲其他咱伫社会后来对落有啥物无共款？但伫这个过程内面，牧师一直在想，望会当帮助因，望有一日要安怎样会当影响伊，会通搁倒转来到伫主的面前。咱的尾景，今仔日。咱的落尾的境况到底是什么？咱的落尾的事，咱原本画图还有存在也无？伫第2章第9节，伫遮彼得安尼讲：主在通拯救敬虔的人，主知影要救什么款的人，主知影伊的百姓伫倒落。所以咱今仔日，咱过去咱有坚持的人，可能咱已经零。可能拄到代志了后，咱才阁倒转来甲主讲：主啊，我过去散散，主啊，我毋知影，我竟然会安尼。咱常常伫遐后悔，常常伫遐遗憾。逐摆拄到代志的时，甲主讲主啊，歹势啦！我过去我无够敬虔。为什么咱常常在重复这个事？咱敢袂当当逐摆咱拄到艰难的时，犹阁是元起做迄个上界水的信用。知影讲主啊，我知影你甲我三角地地，我犹原平安。主啊，我犹原知影我所坚持坚守的是对的。咱敢无有这种的信心？咱敢无有这种的喜乐？愿上帝帮助咱，咱一直渴望迄个道上，到伫后来，咱咧传播这个过程内面，咱无到尾啊报复别人，结果到尾啊是失去家己。愿咱平平得到别人。
咱嘛得到家己，互咱搁一摆看见咱伫主的面前坚持到落尾，咱的最后落尾的景况是水的。三竿仔头来祈祷，主阮的上帝，阮知今仔日阮已经真好，毋是阮有钱，毋是阮会通伫真侪姊妹中间感觉阮家己的存在价值。主啊，阮毋是伫社会互人学老，知影讲阮是某物人。主啊，阮知影伫阮的生命内面，是由主甲阮三角同在。阮知影阮还无好伫地，总是阮伫努力。阮知影上帝你的话语一直伫帮助阮，伫引带阮，调整阮，互阮会当有一日真正伫主的面前看见迄个真正上帝国。但阮要伫努力，愿主陪伴阮。当阮若是信心无够的，也是阮伫遐摇摇摆摆的，恳求主带阮倒转，互阮无搁回头。愿阮伫你的面前领受的福气，会当搁加倍。愿主赐福阮，愿安尼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